伫咧新竹有一位甲人做头毛的美发师徐美玲，甲朋友开讲的时阵，听到讲种草毋真趣味，就开始种啊。虽然讲种到大只4年时间，却意外种出一粒244公克，全台湾上界大粒的草莓。今年参加这台湾草莓比赛，搁再摕到第1名的好成绩。然后现在归零，好，归零之后我们放下来。 哇，24.2，甲草莓放在棚仔顶悬称重，全部的人拢行一条，一粒草莓竟然244公克重。徐美玲平常时的工课是电头毛的美容师，经过朋友小解，开始种草莓。今年参加台湾草莓比赛，意外摕到第1名的好成绩。一般这么小的草莓开花到结果是1个月，所以我那一颗我照顾得非常好。有时候下雨天我还会帮它撑个透明伞。 当初跟每个人说我要去比赛的时候，他们都笑一下，他们都觉得很可笑。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，你们就笑，然后我就继续种。摕出牛这粒草莓，差不多有11公分长、6公分悬。虽然讲冷冻过，重量有淡薄仔减少，也毋过看起来嘛是真大粒。徐美玲表示，虽然家己种草莓经验才4年，但是透过这摆比赛，嘛互家己对种植充满自信。 很开心，非常喜欢种草莓，因为我一个小家庭大概种100株，我就可以够我们全家人吃。老婆报名参加这个草莓大国比赛，我是比较不相信说他会得第1啦，结果看他一直长大，还真的，业余的还可以种的比专业的还要厉害，就觉得很了不起。但他每天其实也蛮辛苦的就是下班之后还要 来巡这边的草莓园，看有没有什么状况。即马厝内人若是有闲，拢会来果子园斗3工。徐美玲讲，虽然种植是真辛苦，毋过看到草莓豆豆大粒，就亲像照顾囡仔同款，感觉真好。记者朱文和新竹报道。